这被称为奇迹浆果、补脑果，甚至是蓝色的青春之泉。没错，蓝莓确实名不虚传。如果食用得当，它们可以增强记忆力、保护视力、强健心脏，甚至减缓衰老的脚步。但这里有一个没人告诉长辈的惊人真相：大多数人食用蓝莓的方式，正在不知不觉中破坏这些益处。无论是在清洗、保存，甚至是食物搭配上的一个小失误，都可能悄悄地破坏您的消化系统，让血糖飙升，削弱肌肉力量。而最可怕的是，还可能加速脑雾和记忆力衰退。科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由美国国家老化研究所和塔夫茨大学资助的研究显示，当蓝莓被错误的加工、保存或食用时，它们会流失高达80%的保护性抗氧化剂，让您吃下的不过是伪装成健康食品的含糖零食。谁为此付出的代价最大？正是6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我们的身体代谢糖分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肠道内壁变得更脆弱，而且我们依赖的药物经常会与这些浆果中的营养素产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揭露8个致命的蓝莓食用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会让这种超级食物变成破坏健康的隐形杀手。从有风险到令人震惊的排名，几乎没人谈论这些错误，但他们可能决定了蓝莓究竟是在保护您的大脑，还是在加速它的衰退。请务必看到最后的第一个错误，因为那不关乎您吃了多少蓝莓，而是关于一个简单的早晨习惯。顶尖神经学家现在警告，这可能是导致记忆力崩溃的祸首。所以请准备好笔记本，按个赞，让我们一起揭开关于蓝莓的真相。因为在60岁之后做对这件事，真的可以挽救您的视力、平衡感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第8个错误，食用加工过的蓝莓优格。它看起来很无害，对吧？超市或架上那杯贴着蓝莓优格标签的小塑胶杯，您撕开铝箔纸，看到那紫色的漩涡，为自己的健康选择感到自豪。水果、乳制品和益生菌集于一身，但隐藏的真相是，大多数蓝莓优格都在欺骗您。2020年，美国环境工作组织的一项调查揭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许多热门的蓝莓优格含有不到2%的真正蓝莓。这不是打错字，里面只有刚好足够的水果萃取物或果泥，让它们可以合法的在标签上印上蓝莓字样。其余的成分则是添加糖、玉米、淀粉增稠剂、人工香料和旨在模仿蓝莓颜色与味道的化学色素的混合物。为什么这对长辈来说如此重要？因为那杯所谓健康的优格不仅不能保护您的肌肉和大脑，反而投下了一颗糖分炸弹。平均一杯吊味蓝莓优格含有约18克的添加糖，这相当于在一份食物中隐藏了超过4茶匙的糖。当您吃下它时，您的血糖会飙升，然后骤降，让您感到疲惫、脑袋昏沉，并在当天稍晚时更渴望糖分。您的肝脏会因为过量的果糖而超载，这会加速脂肪堆积，特别是在腹部和器官周围。您的身体吸收蓝莓中真实营养素，如保护大脑的花青素的能力，会被它所淹没的糖分阻断。这种影响在60岁后更为严重，因为我们的身体自然会产生更强的胰岛素阻抗。这些优格杯非但不能稳定能量和保持肌肉，反而悄悄地助长内脏脂肪、高血压和更快的肌肉流失。解决方法简单但有效，跳过加工的蓝莓优格。
购买原味希腊优格或克菲尔优格，然后拌入真正的新鲜或冷冻蓝莓，这样您就能获得肌肉和大脑所需的抗氧化剂、纤维和益生菌，而不会经历血糖崩盘。如果您希望蓝莓能随着年龄增长，帮助您对抗发炎、保护记忆力，并保持独立，请确保您的碗里是真正的蓝莓，而不仅仅是标签上的文字。第7个错误，太晚清洗蓝莓。蓝莓看起来如此干净完美，许多人会想，我就在吃之前稍微冲一下就好，这似乎无害，甚至很聪明，为什么要立刻洗呢？这样可能会让它们在冰箱里变烂啊！但真相是，太晚清洗蓝莓是长辈可能犯的最危险错误之一。年复一年，蓝莓都出现在美国环境工作组织的脏12 Dirty Dozen 名单上，这意味着它们是市面上杀虫剂残留最多的水果之一。这些残留物不仅仅是化学物质，它们包含与记忆、力丧、荷尔蒙失调，甚至腿部无力有关的化合物。而且没人告诉您的是，蓝莓上的农药通常被设计成具有粘性，以抵抗耕作期间的雨水和冲洗。这意味着，如果您将它们直接扔进冰箱，并等待几天才清洗，那些毒素就会停留在那里，渗透到水果柔软的表皮深处。对于年轻的身体来说，这可能不会立即产生巨大影响，但在60岁之后，防御能力变弱了。肠道内壁片薄，神经系统更敏感，曾经保护您大脑的血脑屏障变得更容易被穿透。这就是为什么残留在未清洗蓝莓上的农药对老年人特别危险。它们真的可以在您未察觉来源的情况下，加速认知能力下降并消耗您的精力。解决方法很直接，一买回蓝莓就给它们做一次彻底的清洁，将1茶匙小苏打粉混合到1大碗水中，将浆果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在凉爽的流水下轻轻冲洗，用纸巾仔细擦前它们，并将它们存放在衬有新鲜纸巾的透气玻璃容器中。这种方法比快速冲洗能去除更多的农药残留，并且能让它们保鲜更久。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这个小小的转变可能决定了蓝莓是保护您的记忆、肌肉和神经，还是慢慢耗损它们。不要让等一下再洗这样简单的事情让您失去这种奇迹水果的益处。第6个错误，吃蓝莓去皮。有些长辈会削掉蓝莓的皮，因为他们希望口感更软，对胃更温和，或者更容易咀嚼。还有一些人依赖加工过的蓝莓产品，如马芬蛋糕、果酱、果汁，其中的果皮已被分解或完全去除。这个感觉很方便，但惊人的真相是，当您丢弃果皮时，您就丢弃了这种浆果80%的疗愈力量。蓝莓深蓝、紫色的颜色来自称为花青素的化合物，这些强大的抗氧化剂几乎完全存在于果皮中，而不是果肉中。它们是蓝莓被称为补脑果和蓝色青春之泉的原因。花青素可以改善大脑的血流量，保护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减少发炎，并帮助防御失智症、白内障和关节炎等老年疾病。没有了果皮，蓝莓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糖球，纤维含量低，会迅速让血糖飙升，几乎无法提供长辈所依赖的任何保护作用。科学证实了这一点。2019年发表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用带皮全蓝莓的长辈，其视力和夜间视力的改善程度是食用去皮加工蓝莓者的5倍。这就是保持浆果完整性的力量。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很简单，始终食用完整生的带皮的蓝莓。
如果您使用的是冷冻浆果，不要用热水或微波炉解冻，这会分解果皮中脆弱的多酚。相反地，轻轻冲洗它们，然后将它们加入优格、燕麦片或果昔中。如果您想吃烘焙食品，请在烘烤后将新鲜蓝莓撒在上面，而不是混入面糊中。把蓝莓皮想象成盔甲，一个天然的盾牌，不仅保护水果本身，也保护您的眼睛、记忆力和血液循环。没有它，您吃的就不是超级食物，您只是在吃水果糖。第5个错误，蓝莓搭配小黄瓜。这是一场无声的营养冲突。表面上看，蓝莓和小黄瓜似乎是完美的搭档，一个富含抗氧化剂，另一个清爽、补水且清淡。您会在水果沙拉、排毒水，甚至是社群媒体上的美肤果昔中看到它们混在一起。但令人惊讶的真相是，这种看似无辜的组合可能会悄悄抵消蓝莓对您身体最宝贵的礼物之一——维生素 C。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答案在于小黄瓜中天然存在的一种酶，称为抗坏血酸氧化酶 （ascorbate oxidase）， 有时也称为抗坏血酸酶。它的工作很简单，但具有破坏性。它会分解维生素 C。当您将小黄瓜与蓝莓搭配时，这是个坏消息，因为蓝莓是自然界中维生素 C 最丰富的来源之一。这种维生素对长辈来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它驱动胶原蛋白的生成，以保持皮肤弹性，增强您对抗感染的免疫防御力，帮助伤口愈合更快，甚至促进铁质吸收，以预防贫血。现在想象一下，在同一个碗里吃蓝莓和小黄瓜，那些抗氧化剂非但没有冲进您的血液中，小黄瓜酵素反而会在您的身体有机会吸收维生素 C 之前就开始拆解它。您以为的超级食物组合实际上留给您的是更少的营养、更弱的益处和被浪费的潜力。科学证实了这一点。研究维生素 C 交互作用的研究人员发现，当富含抗坏血酸氧化酶的食物与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一起食用时，吸收率会直线下降。对于那些因为年龄增长导致消化变化而吸收营养效率较低的长辈来说，这可能决定了是增强免疫系统还是保持脆弱。举个例子，68岁的美秀姐，她开始每天制作含有蓝莓、小黄瓜和柠檬的排毒水，但几个月后，尽管每天吃蓝莓，她发现自己的精力、免疫力或皮肤状况都没有改变。一旦营养师解释了小黄瓜酵素的影响，她就简单递浆摄，取时间分开，早上吃蓝莓，午餐吃小黄瓜沙拉。几周内，她注意到皮肤更紧实，感冒次数减少，精力也更稳定了。解决方法简单但有效，不要同时吃小黄瓜和蓝莓，两者之间至少间隔30到60分钟，这样您的身体就能在小黄瓜酵素进入之前，先从蓝莓中吸收完整的维生素 C。能量，这个小小的时间调整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于对抗发炎、皮肤脆弱或免疫力低下的银发族来说，这会对您的身体如何有效利用您辛苦摄取的营养产生重大影响。第4个错误，蓝莓搭配凤梨，对胃来说是个酸性的混合。乍看之下，蓝莓和凤梨似乎是天作之合。您会在水果盘中看到它们并排，在果昔中分层，或一起放入增强免疫力的沙拉中，两者都色彩鲜艳多汁，且富含抗氧化剂。蓝莓提供花青素和维生素 C， 以促进大脑、眼睛和心脏健康，而凤梨则带来凤梨酵素，这是一种以减少发炎、帮助消化和缓解关节疼痛而闻名的酵素。理论上，这看起来像是终极的超级食物二人组，
但这里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当一起食用时，它们结合的化学反应时，剂上可能会产生反效果，特别是对老年人而言。问题在于它们的高天然酸度。这两种水果本身都是酸性的，但当结合在一起时，酸性负荷会加倍。对于年轻的消化系统来说，这可能只会引起一阵轻微的心灼热，但对于消化速度较慢、胃壁较薄，或患有胃炎、胃食道逆流或溃疡等既有疾病的长辈来说，那股酸性激增，可能会引发真正的不适。我们说的是胀气、灼烧至胸口的逆流，甚至是阵阵恶心。重点来了，您不需要有确诊的疾病，才会因为这个组合而遇到麻烦。如果大量食用这两种酸性水果，或者更糟糕的是空腹食用，即使是健康的胃也会受到刺激。来看看71岁的丽华姐，她开始为自己制作早晨排毒果昔，里面有蓝莓、凤梨和菠菜。几周内，她开始因为严重的胃食道逆流而醒来，这打断了她的睡眠。她的医生排除了溃疡的可能性，但解释说，凤梨和蓝莓的搭配压垮了她本已敏感的消化系统。一旦她将水果分开食用，早上燕麦片加蓝莓，下午把凤梨当点心，她的症状就消失了。解决方案很简单，享受这两种水果，但不要一起吃。让您的消化系统在两者之间至少有45到60分钟的缓冲时间。那个小小的缓冲期可以让您的胃在引入下一个酸性负荷之前先处理好前一个，这样您仍然可以获得凤梨酵素的抗炎能力和蓝莓的抗氧化冲击，而不会产生不舒服的副作用。对于每一种营养都很重要，且消化舒适度是日常经历关键的长辈来说，这个微小的调整可能意味着一种水果是治愈还是伤害的区别。第三个错误，一次吃太多蓝莓，这是一个许多长辈没有意识到的真相。即使是最健康的超级食物，过量食用也会产生反效果，蓝莓也不例外。虽然它们的升糖指数较低并被誉为安全水果，但一次吃一大碗，特别是在晚上，可能会悄悄破坏您的消化，让血糖飙升，甚至干扰您的睡眠。蓝莓天然含有果糖，对于年轻的身体来说，血糖的小幅波动可能较容易控制，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胰脏效率降低，胰岛素敏感度下降，消化系统变慢。这意味着如果分量太大，感觉只是水果的东西，也会让您的系统不堪重负。发表在2020年营养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一次食用超过100克蓝莓，仅略多于半杯的老年人，其餐后血糖峰值比全天分次食用的人高出37%，且腹胀情况更严重。让我们看看66岁的淑芬姐，她以为把甜点换成每晚一大碗蓝莓是个明智的选择，但她非但没有改善健康，反而开始遭受睡眠不安、夜间抽筋和不明原因的头痛之苦。她的医生解释了问题所在：晚间的大分量让她的胃一次被纤维、糖分和酸性物质淹没，结果是血糖波动，扰乱了她的睡眠周期，导致消化不适和日间疲劳。问题不仅仅是糖，蓝莓还含有酸和纤维，如果大量摄入，高剂量会刺激胃和肠道。对于消化较慢的长辈来说，这通常意味着胀气、绞痛或腹泻。随着时间推移，持续的葡萄糖飙升和骤降会削弱代谢健康，增加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即使您唯一的放纵只是水果，解决方案是什么？少量多餐。与其吃满满的一大碗，不如以每份半杯为目标，每天享受2到3次，在早晨的燕麦片中加一把，
午餐时在富含蛋白质的优格中拌入一些，并留一小份作为下午茶点心。将蓝莓与蛋白质或健康脂肪，如坚果、希腊优格或茅屋起司搭配食用，可以减缓糖分吸收，为您提供稳定的能量，并保护您的胰脏。记住，蓝莓是良药，但即使是药物，也需要正确的剂量。一次一小份可以保护您的记忆力、肌肉和睡眠。一次一大碗可能会在一个晚上抵消所有这些好处。第二个错误，购买非有机蓝莓。并非所有的蓝莓都是生而平等的。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选择错误的种类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悄悄毒害您的系统。蓝莓屡次被列入脏12名单，这是一份受农药污染最严重的水果排名。根据美国环境工作组织2023年的报告，传统种植的蓝莓被检测出含有超过50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括有基磷。这些化学物质与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颤抖和平衡问题有直接关联。这对我们年龄增长的人来说更为重要。长辈的血脑屏障，防止毒素进入大脑的保护盾自然较弱。这意味着非有机水果上的有害化学物质更容易溜进去，在那里悄悄地使脑组织发炎，并加速认知能力下降。加上肝脏和肾脏功能减缓，处理毒素的效率降低，您就面临农药积聚的完美风暴。最关键的是，清洗无法解决问题。许多农药不仅仅停留在表皮上，它们在种植过程中会渗入浆果柔软的果肉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认为冲洗就足够的长辈，仍在每一口中吞下隐藏的毒素。解决方法简单但强大，尽可能选择有机产品，经过认证的有机蓝莓。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那些会破坏老化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有毒农药。如果觉得有机产品太贵，可以向当地农场购买，询问他们的种植方式，甚至尝试在盆栽或小花园里自己种植。不妨这样想，花在有机浆果上的多一点钱，不仅是为了口味，它们是对保护您的记忆力、行动能力和独立性的投资。当您吃蓝莓时，您希望花青素、抗氧化剂和维生素为您工作，而不是让隐藏的化学鸡尾酒破坏您的身体。第一个错误，错误的蓝莓保存方式。您可能会花大钱在市场上买到最新鲜的有机蓝莓，但如果你保存错误，几天之内就会把超级食物变成破坏肠道的危险品。蓝莓是大自然赐予我们最娇嫩的水果之一，不像香蕉或苹果，它们没有厚实的保护皮，这意味着它们腐坏得更快，营养流失得更快，甚至会长出肉眼看不见的霉菌，危及您的健康。乔治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不当的储存会导致蓝莓在短短48小时内流失高达40%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剂。更糟糕的是，霉菌孢子最快在2天内就会开始扩散。您可能不会立刻看到它们，但这些孢子释放的毒素会刺激肠道内壁，引发发炎，甚至加剧老年人的关节炎疼痛。以69岁的玉兰姐为例，她习惯把蓝莓密封在塑胶袋里，放在冰箱底层，认为那是安全的储存方式。2天内浆果片烂了，她开始感到腹胀和胃痛。起初她以为是她的肠燥症发作，但后来的检查显示是来自腐坏浆果的霉菌毒素。一旦他改用正确的储存方法，他的消化就改善了，精力也恢复了。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法？第一步，一回到家就检查您的蓝莓，挑出任何片软、糊状或发霉的，因为一颗坏掉的浆果会毁了整批。第二步，储存前千万不要洗，增加的水分会加速霉菌生长。相反地，
只在吃之前冲洗。第3步，将它们存放在浅的透气容器中，如玻璃保鲜盒或铺有厨房纸巾的盘子，避免使用密封的塑胶袋或会困住水分的紧密容器。第4步，将它们不加盖地放在冰箱里，以保持空气流通。透过正确储存，蓝莓可以保持长达10天，而不流失其营养效力。把您的蓝莓当作药物，只有处理得当，它们才有效。对于雨季忆力衰退、肌肉流失或眼睛退化剥痘的长辈来说，每一点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都很重要。不要让草率的储存方式抵消了您花钱买来的益处。用心对待您的蓝莓，它们将以持久的体力、更敏锐的记忆力和更顺畅的消化来回报您。结论：蓝莓常被誉为大自然的奇迹浆果，这是一种富含抗氧化剂、纤维和维生素的小水果，可以保护您的大脑、强健肌肉病、减缓衰老。但正如您刚才发现的，您怎么吃它们，与有没有吃同样重要。太晚清洗，您可能会摄入有害农药；削掉果皮，您就剥夺了保护眼睛和记忆力的抗氧化剂。一次吃太多，会引发消化不适和血糖飙升。与小黄瓜或凤梨搭配，您会悄悄抵消它们的维生素 C 功效，或用酸性物质压垮您的胃。如果您购买加工优格或非有机浆果，您可能根本没吃到真正的蓝莓，只是穿着蓝色外衣的糖。真相是，60岁之后，您的身体需要精准照护。您没有拿健康去冒险的本钱，每一个选择，你如何清洗、储存和搭配食物，不是在建立韧性，就是在削弱它。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每一个错误都很容易修正，只要做几个聪明的调整，蓝莓就能真正成为它们原本该有的样子，一个让您记忆更清晰、双腿更强健、精力更稳定，以及拥有多年独立生活的日常盟友。那么现在轮到您了，这些蓝莓食用错误中，您犯了哪几个？其中有让您感到惊讶的吗？您今天会开始做什么改变，以确保蓝莓真正为您的健康加分，而不是扣分？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我们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如果这段内容让您大开眼界，请按赞。欢迎订阅我们的健康社群，并将其分享给那位热爱蓝莓但可能吃错了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社群，让长辈们透过更聪明的习惯、更强健的身体和更敏锐的头脑茁壮成长。记住，不只是吃什么，怎么吃才是关键。今天就做出正确的改变，未来的您会感谢自己。